再来看咱国内消息，伫漳中岛，这真侪乡亲拢知影，桃园制大厂旭富爆炸导火，毋若厂区烧了，搁去炭到边啊有4间工地嘛烧去。当时一个伫加班的菲律宾这个移工呢，规身躯有90%的受着伤，因为伤势相当急救嘛无效。到中岛的是旭富厂房又搁有强烈的爆炸，有一粒黄色烟烟直触天顶，判断这应该是厂区内面有放8桶的金属蜡，甲消防废水接触了后所致使的爆炸。这摆爆炸，和旭富损失8亿以上，明年头一季至少有6亿的订单可能会受到影响。伫个桃园的旭富制药20号发生爆炸，引起大火，连伫个边啊桃园纸场，还阁有风力喷井，拢完去影响到。一直到透早怪手来咧到处理的时阵，现场竟然还阁有火在烧。伫个20号中昼发生爆炸了后，工厂内底设备喷甲满时，甚至背对边啊海鸥拖吊场，感觉砸出一个洞。对。爆炸威力这么大，涂骹讲一空正大空。来甲看这支铁骨这大机，爆炸的时阵就安尼直接飞过来。好在在拖吊场迄时并无人伫咧。我先听到爆炸声，冷气机跟天花板剧烈震动，然后塌下来。来甲看边啊铁柱完了准歹去，连天花板完了起撮。这场大火后，工厂的闪线全部拢未震动，佫造成一名菲律宾的员工不幸死亡。厂方已经联络家属，答应会全力来协助。只是讲这拍大火，哪会烧到这么猛咧？溶剂溢流，然后流到水沟之后，火苗随着溶剂乱窜，所以公司所初步进行的消防救灾并没有产生成效。算的财务的损失上少8亿，虽然公司财产保险保了有够额，但是要复工上少嘛要半年以上的时间。若边影响到的4间厂商是由公共意外责任险来赔偿。明年第一季上少有6亿的订单，原来可能受到影响。即马公司除了想办法重建，搁再顾着250名员工的生活，这实在是一个正大的挑战。